马上就急转弯了。对，我先来今天啊，你先来。哎，是。这个有一个电线杆上站了10只鸟，一个猎人就对着这10只鸟，啪一枪打出去，哎，前面9只都没有干嘛，第10只反而掉到地下。照理来讲，前面应该先中弹呢，啪一枪过去，前面9只都安然无恙。哎呀，那他就刚好打到第10只啊，他瞄准第10只。没有，他站的位置正好，大家排成一排，这绝了。哎呦，错，刚才那个答错了。错啊，打到墙壁反弹，打到第10只。哎，为什么？你脑筋算已经不错了啊，豆端的对吧？对的，错，插板对吧？啊，错啊，还有一个机会。我真的不知道这几边了，自己放弃一个是这样子的。猎人开枪的时候，嘡一枪出去的时候，第10只鸟说：“这是什么声？”逃冲出来，啪！照例来动，黑人脖子都会一探讨，什么声？躺去啊！死了就完了，来。哎，还能成立吗？不能成立啊！这个叫脑筋急转弯嘛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会给你转一个。好，来转一转。是，有一个人呐，他这个掉到水里面去，衣服湿了，为什么头发没湿？那水没有超过他的头吗？错，他的头发抹了很多油，所以油跟水是不粘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啊？不是错。对，我知道，他的这个他也戴帽子啊，是不是？他也戴帽子，他戴安全帽子。是不是？错。我还绑塑胶带嘞，为什么掉到水里头发会不湿？对，为什么衣服湿了头发没湿呢？说来真汗颜，又是猜了3次都没对，没有破零的招式。对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是秃头嘛。根本没有头发。是，这真是的，这是个把戏，真是。开始要讲故事，是。急转弯暖身之后，今天的故事蛮好笑的哦。说是这样啊，所以一个老板他家里雇佣一个司机老张这个司机就是私家司机嘛。是。这老板干什么，他们都在外面等的。这老板在里面一吃饭的饭局啊，跟他做生意的朋友一大堆，一聊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有恻隐之心。一看难得来对夹刚那后砰公公一道菜来。司机在外面坐了车上等了好几个钟头了。哎呀，就叫人家叫他进来。我外面有个司机。那个老张叫他，老板也会不好意思。小张叫他进来一下一起坐好了，让他轻松一下，伸腿嘛。果然小张进来，老板是什么事？不是我是看了一个车队啊，也是一直等我，也是蛮闷的啦。不到礼拜几啦，到底快被加上加酒，那坐。还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，这是我的司机啦，这是小张啦，还有端杯酒呢。跟着一个老板，大家打个招呼，再敬一杯。是。小张也不太会说话，端起来既然老板好，是。既然老板叫我敬大家，这真不好意思。这个，那我就端起酒来，就端起来。我祝大家老板就瞪他一下，祝大家不会讲话祝大家了祝大家这个这样好，我端起这杯酒，我就我先喝的我们大家一起端起来，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哈老板什么同归于尽？你会不会讲话的啥？这不是先干为敬对不起，先干为敬嘛。那出去，真是，你还是到车上等我好了。是，就把他赶出去。这个司机回到车上也很懊恼，怎么这个言语的能力这么差呢？以前没读什么书。这不是先干为敬，说成同归于尽。回去就买了一本这个成语的书成语词典。心里想，好的，这慢慢增加学问。在下班之前，老板讲了，明天早上8点钟到家里来接我。我有重要的会议不要忘了，千万不能迟到是老板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这个既然学问要慢慢增加，那工作就要表现好，绝对不能迟到。所以明天早上果然8点准时就到了老板的门口。老板，怎么没有回音啊？老板，没回音，门也没锁。老板门就打开进去啊。老板一看，看老板还在睡觉大概昨天晚上应酬太晚了。是，继续在那边睡。就是实在不能不叫也不行啊！老板明明指挥好，叫我8点准时要进，我已经来了。对啊，我那不敢 Q， 到时候开会迟到怎么办？迟到了还怪我，还以为我是不是迟到了，还慢叫他，还是要把他叫醒。是，走上前去了。老板，你的时辰到了。老板要没惊醒，就一拳头过来，一直在靠，太不会讲话了。
老板，你的时辰到了，你起来靠。所以你看，哎呦，别喊讲话笑过实在是，本来有人要这喊的啦。世间人爸爸种哦，哎呀，这快来笑过我那讲。